話說上一集同大家講咗香港破咗一個每年嘅跌幅最低、史上最低嘅一個出生率。咁呢，說時遲那時快，2025年咧，成個中國內地嘅出生率呢個數字亦都出咗嚟，係破咗啊！可以講得係歷史嘅新低。自從1949年建國以嚟，2025年嘅出生嘅人數呢係最低嘅。出生人數792萬人，表示咗好多嘢。今日呢集就要同大家講出生率低，表示婚姻率低，到底男女之間出咗啲咩事？今日要講嘅呢就係，如今呢個世代呢，就已經進入咗一個非常之不利於男女愛情啊、男女相處、社交，甚至婚姻同埋生育嘅時代。喺呢個時代呢，心理殿堂呢個台點樣可以幫到大家喺咁動盪不安嘅逆市裏邊呢，能夠幫到男士們、觀眾們，你哋獲得大量紅利、大量嘅魅力嘅施展，令到好多女性喜歡同埋欣賞你哋，令到你哋異性嘅社交運同埋呢個社交嘅能力呢大大提高，獲得非常之多紅利。咁點解要咁多女性傾慕自己同埋尊重自己、欣賞自己？點解有咁多女性嘅人緣、女性嘅人脈啊？因為女性係好嘢，女性係一個勤快、忠心同埋最照顧人嘅本質。女性冇咁喜歡爭權奪利，反而更加傾向於輔助你。女性係好嘢，你識嘅優質女性多，你識嘅女性多，優質女性亦都自然多。識嘅女性多嘅時候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asset。身邊嘅男士亦都喜歡你，因為佢可以透過你識到好多女仔啊嘛。所以異性緣係非常之重要。兩性心理亦都關係到一個國家嘅興衰，一個城市嘅興衰。但係奈何呢，我哋嘅管治班子，唔好講我哋嘅城市管治班子，老實講，成個大中華嘅地區嘅領導同埋管治班子都係嚴重地缺乏兩性嘅知識嘅。佢哋唔知道呢樣嘢管理得唔好呢，係有亡國之災。佢哋非常之落後，因為佢哋對男女呢樣嘢嘅認知同埋技術咧都係落後。今日就會同大家講呢啲一切，最緊要就係點樣可以把握而家呢個男女心理對立同埋非常之不利男女發展嘅世代咧，點樣可以令你贏到更加多，同其他人唔同，贏到更加多異性緣、異性人脈、異性社交咧，直頭係我哋叫做非常之繁榮同埋盛況。